歡迎嚟到咧江老師嘅中文教室啦。咁我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咧修辭手法嘅，咁咧包括設問句啦，同埋咧反問句嘅。咁咧喺我哋2、3年級嘅時候咧，都已經學過設問句同埋反問句咯喎。咁咧原來咧去到小5、小4、小5咧嘅時候咧，我哋都仲會考翻咧修辭手法啦。有啲同學咧依然咧係答唔到乜嘢係設問句，咁咧我哋咧可以藉此咧嚟重溫一下啦。好，咁咧設問咧有啲咩作用嘅咧？佢係想吸引讀者咧去注意喎，令你咧啟發你哋嘅思考啦。咁咧佢有一個好大嘅特色就係咧自問自答嘅。咁佢會咧先提出咗問題，然後咧再馬上咧提供答案俾你嘅。咁我哋咧一齊睇下佢嘅例子咯喎。第一題咧佢話：為什麼哥哥今天那麼高興？因為他今天中文默書滿分。咦，你會見到咧，佢呢度有個問號咧，江老師咧用熒光筆間低咗喎。喺度咧問咗你一條問題啦，然後咧即刻俾咗個答案你喎。呢一個咧就係一個設問句嚟㗎。好，第二題咧佢話：媽媽，今天的早餐吃什麼呢？原來吃煎雙蛋加多士。咦，一樣咧，佢都係一個自問自答喎。問完一個問題咧，自己咧就俾翻答案啦。好，咁乜嘢咧係反問句啊？咁反問句咧，我哋有一個明知故問嘅意味嘅喎。佢咧有啲咩作用咧？就係透過疑問嘅形式啦，嚟話你知佢其實係一個好確定嘅，而且咧問題咧已經有一個答案喺入邊㗎啦。通常咧佢都有啲特定嘅字眼嘅喎，例如咧難道、怎，係啦。咁咧我哋一齊嚟睇下反問句嘅例子先。佢話咧：你怎能把這麼重要的工作交給一向粗心大意的小天呢？你會見到咧，我哋呢度有一個關鍵字眼喎，特定字眼咧就係怎能啊？你點可以咧將一個咁重要嘅工作交俾咧一向都粗心大意嘅小天呢？其實咧佢想話你知咩咧？佢想話你知咧，小天咧好粗心大意㗎。咁咧其實佢已經咧包含咗一個咧，佢有一個答案喺入邊嘅。第二題咧，佢話頑皮的學生，難道老師會喜歡嗎？咦，又有一個特定字眼喎，就係咧難道啦，唔通老師會中意？嗱，咁咧其實佢想講嘅意思咧，就係老師咧唔中意頑皮嘅學生。好，咁咧介紹完咧設問句啦，同埋反問句，咁咧我哋呢度都有個口號嘅，容易啲記啊，等大家。咁咧自問自答咧是設問句，咁咧設問句咧佢會自己問完問題咧俾翻答案你嘅喎，而明知故問咧是反問句，咁即係話咧佢會用一啲特定嘅字眼咧話你知，難道唔通你唔知道？係啦，咁樣嘅。好，咁咧我哋嚟個挑戰時間啦。好，嚟到咧小挑戰嘅時間啦，咁咧我哋一齊睇下咯喎。第一題咧，佢問我哋姐姐的愛好是什麼？跳舞。俾3秒時間咧，同學仔諗下，到底呢個係設問句定係反問句先？3、2、1。啊，聰明嘅同學咧就答到江老師啦。佢度咧俾咗個問題，又俾埋答案你喎，係一個自問自答，所以係設問，係啦。好，第二題，你知道怎樣去紅磡體育館嗎？沿着行人天橋。咦，呢一個咧都係一句設問句，因為咧佢問完你問題，又俾咗答案你喎。好，第三題，你的臉色很蒼白，難道不應該坐下來休息一會嗎？呢一題係咩句嚟嘅咧？俾3秒時間你諗下先。3、2、1。咦，有同學咧已經話到俾江老師知，見到咧有特定字眼啊，係啦，佢咧有一個難度喎，咁咧我哋見到難度咧，佢問翻轉頭嘅喎，所以呢個咧係反問句嚟㗎。好，嚟到咧第4題咯喎，這個營地不但潮濕，而且蚊蟲多，怎麼能紮營呢？咦，呢一題到底係屬於設問句定係反問句咧？有同學咧已經好快咁話到俾江老師知，呢一題咧係屬於反問句，因為咧佢出現咗怎麼能，點可以啊？點可以咁樣做嘅咧？問翻你轉頭嘅。
好，第5題，我最喜歡的科幻小說是哪部？是哈利波特。呢一個咧係屬於自問自答嘅設問句。好，最後一題啦。難道吸煙的人不覺得會影響他人的健康嗎？係啦，呢一題咧又出現咗難度喎，咁所以咧呢一個係反問句嚟嘅。咁咧，我哋今日介紹咗2個嘅修辭手法，包括係設問句啦，同埋反問句。設問句咧係自問自答啦，先提出問題，然後咧佢會俾埋答案你嘅。而反問句咧就係有一個疑問嘅形式啦，然後咧佢有啲特定嘅字眼嚟做開頭嘅，例如難道啦、怎能、怎樣等等嘅。咁今日咧嘅江老師中文教室咧就分享到呢度啦，我哋咧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